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西裝背後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哋會一齊讀香港詩歌聖經嘅若望福音。我會用廣東話嘅口語讀出福音，希望能夠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同埋理解。字幕方面就會用翻詩歌聖經嘅原文顯示，方便大家做對照嘅。喺開始之前，我哋先一齊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天主聖神，求你打開我哋嘅心，令到我哋透過聖言認識主耶穌基督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第一段，聖言降生為人。若望福音第1章第1至18節。喺有呢個世界之前，聖言已經存在㗎喇。聖言就係聖子，就係之後降生成人嘅耶穌。聖言同天主同在，聖言本身就係天主。聖言喺最初已經同天主一齊，萬物都係透過聖言係做出嚟嘅。凡受造嘅冇一樣唔係由佢而做。喺佢入邊有生命，呢個生命就係人嘅光，令人認識到天主。光喺黑暗中照耀，黑暗即係罪惡同死亡，係永遠勝唔過光嘅。曾經有一個人，天主特別派佢嚟，佢叫做約翰。約翰嚟係為光做見證，等眾人因為佢而相信。不過約翰自己唔係嗰道光，佢只係為光做見證啫。嗰真正照耀每個人嘅真光，正正而家進入緊呢個世界。佢已經係呢個世界噶啦，世界本身就係由佢而做，但係呢個世界竟然唔認識天主。佢嚟到自己嘅地方，即係以色列人嘅中間，自己人卻唔接受佢。不過凡係接受佢、信佢名字嘅人，佢就會俾佢權能，成為天主嘅子女。呢啲天主嘅子女唔係靠血統遺傳，唔係靠肉體情慾，亦都唔係靠人嘅意願，而係由天主親自所生，即係天主所賜嘅新生命。於是聖言成咗血肉，天主嘅聖言親自取咗人嘅肉身，就喺我哋中間。我哋見過佢嘅光榮，正如父嘅獨生子嘅光榮，滿日恩寵同埋真理。恩寵係由天主所賜俾我哋嘅禮物。約翰為佢做證，大聲就話：呢位就係我講過嘅，佢喺我之後先出世，但係地位佢喺我之上，因為係佢先至令到我存在。從佢豐盛之中，我哋都領受咗恩寵，而呢一種恩寵之上再加恩寵，即係一重接一重。呢一種係由天主賜俾我哋恩寵，係源源不絕咁樣傾注落嚟，永遠都唔會停。法律係由梅瑟所傳落嚟嘅，但係恩寵同埋真理卻係由耶穌基督親自帶嚟。佢用人嘅身份向同我哋喺埋一齊，並讓相信佢嘅人得到恩寵同埋真理。從來都冇人見過天主，唯獨喺父懷裏嘅獨生子，佢同天主同在。認識天主子就等於認識天父。而若望係詳細咁講述天主同埋天主子嘅一切。第二段，若翰洗者嘅見證。若望福音第1章19至28節。以下係若翰所做嘅見證。當時猶太人由耶路撒冷派咗司祭同埋肋未人，即係喺聖殿負責宗教事務嘅人，去問約翰：你係邊個啊？約翰好坦白，一啲都冇含糊，直認就係話：我唔係默西亞。佢哋又問：咁你係咪厄里亞？猶太人都相信咧，厄里亞咧係一位好偉大嘅先知，會喺默西亞嚟之前咧就會翻嚟噶啦。約翰就話：我唔係。咁你係咪嗰位先知啊？約翰就話：我都唔係。咁佢哋好急咯，就問：你咁究竟係邊個？我哋要翻去復命啊！不如你話我知你係邊個啦。
約翰就話：我其實係喺曠野裏面呼喊嘅聲音，修直上主嘅道路，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講。即係話約翰嘅角色就係開路先鋒，準備人嘅心神而迎接主嘅來臨。嗰班人入邊亦都有法利賽人，係當時候猶太教一班好嚴格遵守律法嘅宗教領袖。呢班法利賽人就質問約翰啦：你既然唔係默西亞，又唔係厄利亞，又唔係嗰位先知，咁你點解要施洗呢？約翰就話：我用水施洗，但係你哋中間企住咗一位，你哋完全唔認識，佢係喺我之後先嚟，但係我連幫佢鬆開鞋帶嘅資格都唔配。鬆開鞋帶係當時候奴隸做嘅最低微嘅工作。約翰話連自己呢件事都冇資格去做，你就可以見到佢幾咁謙卑。而頭先講嘅呢啲事都係發生喺約旦河對岸嘅伯達尼，約翰施洗嘅地方。第三段，天主嘅羔羊，若望福音第1章29至34節。第二日，約翰見到耶穌行過嚟，就話：你睇下，天主嘅羔羊，除免世罪者。喺舊約，以色列人呢，過逾越節嘅時候呢，都要宰殺羔羊，用羔羊嘅血呢嚟躲過死亡。約翰稱耶穌係天主嘅羔羊，意思就係耶穌將會好似祭獻咁樣，好似羔羊咁樣，用自己嘅生命同埋寶血為全世界除去罪惡。約翰就話：呢位就係我講過嘅，有一個人喺我之後先出世，不過地位佢喺我之上，因為喺我嚟之前，其實佢已經存在嘅，連我自己本來都唔認識佢。但為咗令佢可以顯示俾以色列人睇，我先至過嚟用水嚟做施洗。約翰再做見證就話：我親眼見到聖神好似鴿子咁由天降下，停咗響佢身上。我本來唔認識佢，但係派我嚟用水施洗嘅天主同我講：你見到聖神降落喺邊個人身上邊，嗰個就係需要用聖神施洗嘅人。所謂聖神施洗，即係話佢唔單止用水嚟清洗外在嘅罪惡，仲會將天主嘅聖神傾注響人嘅心入邊，徹底更新人嘅生命。所以約翰就話：我見到啦，我為佢做證，佢就係天主子。第四段，首批門徒，若望福音第1章35至51節。第二日，約翰再見到耶穌行過，就話：你睇下，天主嘅羔羊。嗰2個跟住約翰嘅門徒一聽到就跟咗耶穌過去。約翰做嘅正正就係呢樣嘢，佢唔係要人跟自己，而係要引導人去跟天主子耶穌。耶穌轉身問佢哋：你哋揾緊乜嘢啊？嗰2個門徒就話：辣皮，即係師傅，你住喺邊度啊？耶穌就話：你過嚟睇下就知噶啦。咁佢哋就跟咗耶穌過去睇咗耶穌住邊度。喺嗰日佢都住低咗喺耶穌嗰度。嗰時大概係第10時辰，即係下晝4點左右。跟耶穌嘅其中一個係叫安德肋，西滿伯多祿嘅哥哥。安德肋一遇到耶穌，就即刻過去揾細佬西滿，就話：我哋揾到默西亞啦！默西亞即係基督，意思即係受傅者，天主所揀選嘅救世主。安德肋帶咗西滿去見耶穌，耶穌望住佢話：你係若望嘅仔西滿，以後你要叫做刻法。刻法即係伯多祿，即係磐石咁嘅意思。耶穌一見面就幫佢改咗呢個名，寓意佢之後會成為教會嘅根基根石。第二日，耶穌想去加里肋亞，遇到斐理伯，同佢講：你跟我啦。斐理伯係貝特賽達人，同安德肋、伯多祿都係同鄉，住同一個城。斐理伯遇到納塔乃耳，好踴躍、好開心咁話：梅瑟喺法律上面記載，先知們預報嘅嗰位，我哋揾到啦，就係約瑟個仔納匝肋嘅耶穌。納塔乃耳就話：納匝肋一個好普通嘅村莊，可以出到啲咩好嘢呢？斐理伯淨係講呢一句：你過嚟睇下啦。耶穌見到納塔乃耳行過嚟，就指住佢話：呢個真係一個以色列人，心入邊完全冇詭詐。納塔乃耳就問：你點解會認識我嘅？耶穌話：斐理伯叫你嚟之前，
你仲喺無花果樹下面，我已經見到你噶啦。猶太人嘅傳統入邊，虔誠嘅人呢係最中意坐喺無花果樹下面祈禱同埋讀經嘅。耶穌呢句話就一早表示咗，佢一早已經洞悉到拿頭乃耳嘅內心係正直，同埋係冇任何詭詐。拿頭乃耳即刻問：立起，你係天主子，你係以色列嘅君王。耶穌話：因為我講你喺無花果樹下面，你就相信？你應該要比見到呢件事更大嘅嘢。然後佢就話：我要實實在在話俾你知，你哋會見到天開，天主嘅天使會喺人嘅身上面從天降下。耶穌自稱人子，呢個稱號呢係嚟自舊約嘅達尼爾先知書，指嗰位由天主領受永恆王權嘅人物。而天使上去落嚟，由天降下，係呼應翻舊約雅各伯嘅夢，夢中見到一條由地通上天嘅天梯。耶穌嘅意思就係，我自己就係連接天同埋地嘅天梯，透過我，人可以同天主相通。今日讀完《若望福音》嘅第一章，由聖言降生到約翰作證，再到大批門徒，去到安德肋、西門、斐理伯同埋拿頭乃耳，一個一個咁帶嚟去到耶穌面前。呢個就係福傳嘅開始啦。如果你哋有感動或者問題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啦，我哋一齊傾。下一集會讀到《若望福音》嘅第2章同埋第3章嘅前半部，包括加納婚宴、潔淨聖殿、尼柯德摩嘅夜訪。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同埋撳鐘仔啊！下次再見。